大家好，我係 Terry，歡迎嚟到泰來一道橋。喺上一條影片入邊提到乾卦嘅特色同埋精神，今次易經3分鐘繼續講乾卦嘅爻辭。64卦每個卦由乾坤震巽艮兌坎離八卦上下相配而成嘅。八卦入邊每個卦有3條爻，所以64卦每個卦就有6條爻啦。由下到上，第一條爻叫做初爻，最後一條爻係上爻。陰卦嘅代表數字係6，而陽卦嘅代表數字呢就係9啦。由於乾卦6條爻都係陽爻，所以乾卦卦爻嘅名入邊係冇6呢個數字嘅。乾卦呢6條爻依次序嘅叫法係：第一條爻叫做初九，第二條爻叫做九二，接落嚟係93、94、95，最後係上九。每個卦有解釋嗰個卦嘅卦辭，每條爻亦都有解釋嗰條爻嘅爻辭。關於易經嘅爻辭，最多人聽過嘅一定係乾卦嘅爻辭啦。拜武俠小說、漫畫、電影、電視劇集所賜，乜嘢潛龍勿用、現龍在田、飛龍在天、亢龍有悔，喺中文世界嘅人多少都會聽過啊。好啦，而家你哋睇到嘅唔係乜嘢降龍18掌嘅招式，而係乾卦嘅爻辭。第一條爻初九，潛龍勿用。龍象徵有抱負、有才幹、有德行嘅人。易經提我哋時機未成熟、實力不足，就要識得隱藏自己，唔好過早暴露，否則就會有太多嘅干擾，甚至會俾人殲滅於萌芽階段嘅。第二條爻九二，現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現即係出現嘅意思，所以呢個見字係要讀現嘅。現龍在田，即係話人才開始被人認識。利見大人就係得到重要嘅人、有權位嘅人或者貴人嘅賞識，出嚟做事成就事業。到咗呢個階段就開始有成績啦，會被人認識，而且會被貴人或者有位置嘅人賞識。第三條爻九三，君子終日乾乾，直剔曰厲無咎。終日乾乾就係發揮乾卦剛健嘅精神，日日都自強不息。直剔曰嘅剔係指警惕，直即係夜晚，厲就係危機感，意思係從早到晚都要提高警覺，隨時保持一種危機感，咁先至唔會有過失，唔會有禍患。呢個可以話係奮鬥歷程入邊最辛苦嘅階段，唔能夠有一刻鬆懈噶。第四條爻九四，或躍在淵，無咎。人生或者事業發展到呢個階段，會面對一個好大嘅抉擇，好似眼前有一個深淵，你能夠跳過去嘅話，你就脫胎換骨變成超級係啦。但係過唔到就會墮入深淵，係跳過去定係放棄？呢個係關鍵嘅時刻，抉擇嘅時刻。不過如果你真係一條龍，即係話一個人物，一個真領袖、真英雄，就會堅決過關。如果過到關，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。下一個階段第五條爻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到咗呢個階段，比喻人生事業登上高峰，好似龍飛到天上一樣。而所謂利見大人，今次唔係話你遇到乜嘢大人貴人，而係話你本身就係大人，一個傑出嘅人物、偉大嘅人物出現啦。最後一條爻上九，亢龍有悔。發展到最後嘅階段，應咗易經物極必反嘅哲學。亢嘅意思係至高，處於極尊嘅位置。如果你唔知收斂，能上不能落，就會有敗亡之禍啦，會後悔莫及噶。順帶一提，第六爻呢個位置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太上皇嘅位置，位置好高，但係通常已經冇乜幾多實權噶啦，所以更加要警惕啊。乾卦爻辭解釋完6條爻之後，仲有一個用爻，呢個係非常特別嘅。
原來喺易經64卦入邊，只有乾卦有用九，坤卦有用六，其他嘅卦既冇用九，亦都冇用六噶。用九就係指九嘅作用，九就係陽，陰同陽可以互相轉化，九嘅作用就係可以變為六啦。因此唔會只係一味剛健剛強，而係能夠剛柔並濟。用九現群龍無首，吉就係話六條龍即係六條牛都係依天地道理而行，已經唔需要區分邊個係領袖啦。只要好好體會，人人都發揮得最好，人人都係領袖，而且互相成全，咁樣當然係非常吉利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一條片就會介紹坤卦，請大家留意。請支持泰來一道橋 YouTube Channel 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同時希望你可以用一杯咖啡嘅價錢支持我哋嘅製作。另外，我哋仲有會員專屬網頁，有更多有助於心靈提升、生命成長嘅內容，歡迎加入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